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那在本期的节目开始前，我代表本周西藏栏目组全体工作人员，祝大家藏历2151木龙新年及新春佳节快乐，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安康、阖家欢乐。这是点嘞。以下是本期节目的新闻要点。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芬兰新当选总统。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向西藏人民致以新年问候。全球各国藏人欢庆藏历2151木龙新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波罗的海国家英国和比利时的访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柱博士会晤捷克驻美大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2月13号致函祝贺芬兰前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在近日举行的芬兰总统大选中获胜，成功当选为芬兰新一任总统。尊者在贺函中首先祝贺亚历山大·斯图布当选为芬兰新一任总统，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从而为创建一个更加和平与富有慈悲心的世界做出贡献。尊者在贺函最后祝愿新任总统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实现芬兰人民的希望和愿景。与此同时，在印北达兰萨拉郎杰寺主持冲托仁波切的带领下，该寺僧众于本周三2月14号上午向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法会。此外，在藏历2151木龙新年来临之际，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民主三大支柱的领导人，于上周六2月10号藏历新年初一相续向西藏境内外的藏人致以新年的问候。达赖喇嘛尊者通过视频向西藏境内外的藏人致以藏历新年的问候，并对西藏境内的藏人同胞坚定的信仰和奉献精神表示赞赏。尊者表示，사고로 표현하려 여대비 시류 자심이 뭐디디 참을로 근데 대보도 덤지 이해하면 버시니 싫어하고래 다 더동 거란지 시 표현이야 로동자가 ren기 지 금시 상부 여대비 디디 다시 겸전 근데 이뭐 domren구 지그 상로동야디 땡아주 표와 다 메로 싸워서 도나 싸워치고 하지 차샤 시간서 금시 인사 지고면 버치 겸석 가르려도고 아니 뭐에 내술이야 더럽게 써서 우리디가라 천지부터 가고치야다 누조 예고 철런저와 맹해주의 믹스에 도나치야 디디 겸석 가르려도고 봐 도나 체체 아주 배워란 게 별로 동작 그런 게 채널 지 예대부터디 상면 대문지 투배 돈에同样，藏人行政中央民主三大支柱的领导人也向世界各地藏人致以新年问候。其中，司政边巴次仁在视频致辞中呼吁流亡藏人加倍努力维护藏人身份与特性，并向境内藏人传达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状况。司政表示，아니 표현하는 용의 주인배네 단데 롯데 다주신 나머지 주는 디도 발람진은 권수장모 주초 강도제 실구리제 가야 지비남배 걸리면에 구수대다 야타주신에 도준 총요리 여름시용 원에 구지샵에 대하게 두개 땜부요리 가 양신양시신 도신 나요리 다 개체슈디 라마 구지샵에 대한다 미덴딩 아주 로마서 잘래를 알리기 위하다 라마들 로메기 탐질을 알리기 위해 손장 아니 지 라메기 공바 지신 또바 치야다 또바 잠도 많이 배기 냠내는 개토 치야디 당아주 된기 인구도 차도도 신이
第二季续备团呢，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和最高法院助理法官丹增隆多，在向全球各地的藏人拜年的同时，呼吁西藏3区人民本着乐则同乐、苦则同苦的精神，加强藏人内部的团结，同时敦促境内外藏人传承西藏的宗教、传统、语言和文字，使其生生不息地传承发扬。与此同时，在藏历2151第17个绕琼木龙新年初一2月10号清晨，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与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组织了自第2世达赖喇嘛更登嘉措以来，在藏历新年初一举行的吉祥天母新年会供法会及庆祝活动。达兰萨拉琅杰寺的僧众、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兼代理司政诺增卓玛、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以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各部门公务员，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的秘书长及工作人员和僧俗藏人参加了法会和庆祝活动。在庆祝仪式上，外交部长兼代理司政诺增卓玛和副议长卓玛次仁相续向达赖喇嘛尊者的宝座供奉哈达及曼扎三宝。随后，与会僧俗民众观看了自第5世达赖喇嘛以来延续至今的传统歌儿舞。此外，在藏历木龙新年期间，居住在全球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也通过举办各类活动，隆重庆祝了藏历新年。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亚女士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先生于本周通过视频向世界各地的藏人致以新年的问候。在英国，藏历新年庆祝活动首次以跨党派西藏议会小组主办，包括西藏人民的挚友蒂姆·劳顿议员、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阿尔顿宣爵等80多名来自英国各党派的议员，中国民运和维吾尔人权活动家，以及伦敦藏人社区的代表等，隆重庆祝了藏历新年。另外，在藏历木龙新年的前一天，立陶宛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首都维尔纽斯的西藏广场，以传统的西藏艺术和冰雕创作等方式，隆重庆祝了藏历新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藏人社区举办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上，当地藏人社区的代表向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表达敬意，表彰他在美国安置西藏难民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日本、尼泊尔、台湾及法国的办事处也相续举办了藏历新年庆祝活动。另外，根据美国国会传来的重磅消息，由国会2党共同推出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于本周四2月15号在众议院以392票支持、28票反对、11票弃权或多数票通过。这份由2党共同推动的法案，旨在迫使中国政府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或西藏人民民选领导人之间自2010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的谈判，从而解决长期存在的藏中争端。这项2党法案由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迈克尔共同提出。该法案驳回了中国篡改西藏历史、强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言论，并授权国务院积极反击中国对西藏的历史、人民和相关机构的虚假叙述。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圆满完成对4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访问后，于2月1号再度返回英国继续进行访问。期间，司政与英国的支持西藏团体和个人、英国藏人协会理事会成员以及英国藏人自愿游说小组的成员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在伦敦访问期间，司政边巴次仁于2月3号作为嘉宾出席了在华威大学举行的华为经济峰会，并向400多名与会人士发表了题为《西藏基于价值自由运动的挑战》的演讲。
司政在演讲中强调了西藏在抵抗中共政府违反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行为中所固有的和平、尊重和同情等人类价值观。2月4号，司政抵达比利时最大的港口城市安特卫普。当天，司政与当地藏人青年进行互动，期间呼吁年轻一代藏人肩负起历史使命，推动西藏自由斗争向前发展。下午，司政向来自比利时不同地区的藏人民众发表演讲，详细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运转情况，以及相关执政政策及优先事项。随后回答了与会民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圆满结束对比利时的访问后，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二2月6号上午抵达印南班加罗尔，继续展开对班加罗尔和印南藏人社区的访问行程。在访问班加罗尔期间，司政先后访问了当地的卡梅尔山大学、圣约斯夫大学和拉麦应用科学大学下属的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并向上述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讲。司政在演讲中着重强调了西藏高原的全球意义，以及印藏之间的历史和当代关系。他还进一步分享了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并强调了中国对西藏人民实施的严厉政策，以及对西藏宗教事务的干涉和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叙述。司政边巴次仁还在访问班加罗尔期间拜会了印度政府前外交大臣尼尔帕马绕，双方讨论了西藏境内的现状和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并进一步呼吁他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期间，司政还接受了新印度快报记者巴拉乔汉的专访。在结束对班加罗尔的访问行程前，司政边巴次仁在当地的西藏青年旅社会见了各大学的藏人学生，并进行了互动交流。结束对班加罗尔的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2月13号访问了印度南部的藏人定居点，并为印藏友好协会烘梭分会的办公室揭牌。此后，司政开始了在科尔嘎尔藏人定居点为期4天的参访行程。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捷克外交部人权与过渡政策司司长维罗妮卡·米特勒瓦于上周二2月6号访问美国之际，捷克驻华盛顿大使馆举办了一场欢迎午餐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和工作人员次仁嘉措应邀出席。捷克驻华盛顿大使米洛斯拉夫·斯塔塞克在午餐会上致辞时强调，捷克政府将人权和民主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来访的维罗妮卡·米特斯瓦司长则回顾了他与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共事的往事，以及他以政府和民间社会身份参与人权工作的经历。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对捷克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自由事业，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道德领导作用，反对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在人权和民主议题上采取具有原则的外交政策，表达了赞赏。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